做咩睇嚟啊？係先，真係好緊張，好緊張係咪？啊，有咩嘢都會緊張啊？點解？因為新嘅巴士一好咗，沙登一定會旺。咁樣如果你去揾地方嚟投資，係咪沙登新嘅鋪頭一定會一個好嘅投資呢？沙登大巴剎啊，在這個歐陽漢華同志的這個努力下呢，其實我們就拿了一個撥款，然後倪可敏部長來的時候又增加那個撥款，但是呢是說，我們不只是要建個巴剎，要建人民屬於的巴剎，所以時頭咁樣你都睇到啦，有新嘅巴士，唔通有新嘅鋪頭唔值得去投資？你就睇下啦，而家剩翻有5間嘅鋪頭俾你去投資，仲加上去嘅前面同埋邊皮會有parking經，咁樣你都知啦，做生意最重要係乜嘢？有parking位同埋係3層嘅20+70，哇！咁樣你睇啦，連病都會投資，你係咪應該唔可以放過呢？咁樣你會問咩價錢呢？未扣得唔到2.78萬，扣晒，想知道咩價錢？打電話俾我，我叫阿 Nick 哥，013-777-2287 013-777-2287，打電話俾我，我等你電話咯。